蓝教主，东方兄，好久不见。令狐兄，咱们先收拾了此人，再好生叙旧。你的功力已经被我吸去了大半，今天难逃一死。你还笑得出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哼，杨总管，你到此刻还想隐瞒身份吗？小妹，真的是你。小妹，什么事不能和平解决，非要刀兵相向？我要毁了日月神教和五岳剑派。丫头，老夫与你到底有何冤仇？你当真不明白？你已练成了葵花宝典，可以独步天下，根本就不需要吸星大法，其中一定另有隐情。要么，老夫与你的长辈有过节？你当真半点也认不出我来？你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菲儿，哈哈哈哈哈！菲儿，菲儿，没想到任大教主居然还记得我这个孽种。菲儿，真的是你，你居然还活着！爹，我以为你已经……小妹，你竟然是教主的女儿。不错，只可惜我生下来便要隐姓埋名，最后被任教主狠狠抛弃。我是他的私生女。不是的，菲儿，爹天天都在想，菲儿，菲儿。教主，教主，前辈，都别动！这是老夫的家事，老夫自己解决。好狠毒的女人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可以下此毒手。我狠毒？你问他是如何对待我们母女的？任我行，我告诉你，任菲菲早已经死了。站在你面前的是杨莲婷。菲儿，你为什么要用你娘的名字？残忍的！你还有脸问？我害怕。爹爹，过一会儿就来接咱们。不怕，不怕。我和你足足等了你一天一夜。那后来呢？后来自然是被五岳剑派的弟子发现。我娘到死都相信你会来接我。教主，你抛弃了我们母女，害死了我娘。
你带着东方不败去见你的宝贝闺女任盈，不巧被我看见。快走！你们说，这种人该不该杀？你把莹莹抓走，莫非也把她？让你们失望了。原本想当着任我行的面杀了他，但是他毕竟是无辜的，我没能忍下心，我故意把他放跑。飞儿，爹对不起你和你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在爹的心里，你跟莹莹是一般无二。那个时候，教主和莹莹都受了重伤，我们怕五岳剑派有埋伏，所以先送他们2人离开。你是哪家的孩子啊？怎么从未见过你？你家人呢？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往后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活在世上一日，就不会再让别人伤害我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连群。飞儿，爹欠你娘一条命，动手吧。杨姑娘，不要再骨肉相残了。小心！住手！菲儿，你不能再用内力了。葵花宝典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练的，你的7经8脉已经震伤，随时都有性命之忧。跟爹回黑木崖吧，我帮你好好调养调养。不要以为你假心假意的想要救我，我必能放过你。菲儿，爹有生之年能再见到你，死而无憾了。你当年为什么要抛下我和娘？当日，我确实赶往了黑木镇，半路被左冷禅和五岳剑派围攻，我受了重伤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和你娘就不在。我只找到了莹莹。我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我娘最终因你而死，我今日便要替她报仇。好，爹就把这条命还给你娘。杨姑娘，你已经求见任剑飞多年了，你若想杀他，你早就杀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哈哈，好，飞儿扔的真远呐，你可真棒啊，飞儿！哈哈哈哈。嘿。
菲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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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？菲儿，天不会让你死的，我这就带你去找平一指。我为了复仇，我害死了很多无辜的人，我害死了上官云，我活得太累，我去找你。菲儿，菲儿，傻孩子。